今日為我哋證道嘅講員係黃曉君牧師，題目係黑暗中的明燈。經文記載喺腓立比書2章4至到18節。第4節，個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謙卑自己，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眾屈膝都要跪下，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父神。我親愛的，這樣看來，你們向來是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就是我現在不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完成你們自己得救的事，因為神是在你們心裏運行，使你們又立志又實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們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好使你們無可指責，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在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顯明出來，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得以誇耀。我沒有白酒，也沒有徒勞。我以你們的信心為貢獻的祭物，我若被曉獻在其上，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聖經讀畢，會眾請坐。多謝敬拜隊帶領我哋嚟到去唱詩敬拜，都多謝威廉弟兄同我哋讀出經文。相信大家咧都放完假啦，放完個聖誕假啦嚇，咁咧就有啲咧星期一先至嚟緊呢個星期一先至開工嚇，有啲咧就已經開咗工啦。OK， 咁過呢個聖誕節咧，唔知大家如果得嘅咧，可以播個 PowerPoint 啦。我唔知大家咧係唔係好滿足 OK 於呢一個嘅過呢個聖誕節有好多個 party 啦嚇，咁咧就好想同大家嚟到去講咧，當我哋嚟到去過呢啲節期嘅時候咧，我哋經常咧就問一個問題嚇，我哋係咪得到飽足嘅咧咁？咁我哋去參加呢個嘅 party potluck 嘅時候咧，哇！我就食好多嘢 ，OK。但我發覺咧，我唔食嘢，我就咁喺屋企，我收 WhatsApp 嘅賀卡咧，都收到呢一啲嘅，大家都可能收過嘅，撳唔到啊！唔好意思，我唔記得開掣 ，OK。收得今年最多嘅就係呢張，不停咁收，人人都送一張咁嘅嘢俾我 ，OK。呢啲唔知係燒鵝定燒鴨啦啲餃子啦，即係講真嗰句咧，我就覺得都有啲滯嘅。我望見已經有啲滯嘅感覺㗎啦，所以咧我通常回翻佢咧都係用，我就 generate 咗一張咧啲 moose 喺度食草嗰張，咁我覺得嗰個就清新啲健康啲食下啲 veggie，OK。其實咧食呢啲冇乜所謂嘅，你食到咪食咯，係咪？但係咧，乜嘢係真正令我哋飽足嘅咧？喺新嘅一年，乜嘢令我哋真正飽足嘅咧？其實我哋應該問一個更高層次嘅問題，一個更大嘅問題係點樣去令上帝飽足？點樣去滿足上帝？呢個係一個我好希望，無論你係回顧舊年定係展望新嘅一年，我哋都係問一個問題：我哋教會點樣可以嚟到去滿足上帝？如果我哋嚟到去睇腓立比書，剛才我哋讀過經文都係沿住腓立比書。其實咧，好老實講咧，我講道我都係唔會淨係集中喺讀嘅嗰段經文入邊，因為你任何經文都有前文後理嘅，所以我咧都好想同大家咧嚟到睇翻前文後理。喺呢一段經文最後嗰一節話俾我哋知，保羅喺度講嘅，佢好想嚟到去滿足上帝。我以你哋嘅信心為貢獻嘅祭物，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喜樂，
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保羅喺度講緊有幾個層次嘅喜樂嘅。佢話我能夠喜樂，你哋嘅信心可以成為好似我獻上嘅祭品一樣。但係大家知道呢個祭品唔係獻上俾保羅自己嘅，係獻上俾耶穌基督嘅。所以如果呢一個嘅祭品能夠成為一個喜樂咧，係滿足上帝嘅喜樂，係上帝因着嗰個祭品而喜樂，保羅因此就喜樂，而且佢唔係淨係保羅自己喜樂，佢亦都希望信眾都能夠一同與佢喜樂。各位弟兄姊妹，我盼望喺我哋回顧舊嘅一年，或者展望新嘅一年，我哋唔係淨係嚟到去問我哋自己滿唔滿足，我哋要問嘅係上帝自己滿唔滿足。當上帝滿足嘅時候，我哋自然會能夠滿足。其實咧，如果我哋回顧翻舊一年，好快脆咁同大家睇一睇。其實咧，基石教會咧，我好感恩。我哋係不斷喺度成長嘅當中。起碼我哋多咗一個週六崇拜啦。各位弟兄姊妹，多咗一堂嘅崇拜，我哋唔係淨係嗰堂崇拜可以增長啊。多咗一堂崇拜，我哋多主日都會多咗啲空位啊。我都好希望呢啲空位咧，好快又能夠填滿佢。教會係不斷在增長嘅當中。其實唔係淨係人數嘅增長，當然人數嘅增長咧唔係壞事嚟嘅。我成日都講，我哋咧成日都唔增長嘅時候，我哋就會俾自己一啲嘅藉口。我哋有質素嘅增長，質素嘅增長可以不斷冇數量嘅增長，係咪有啲奇怪咧？但係我哋無可否認一樣嘢，如果我哋只係追求一個數字上嘅增長，我哋要好小心，可能呢啲數字係一啲假象嚟嘅。的確，我哋係要小心嘅。但係回望翻過去一年，我哋有多咗唔少嘅弟兄姊妹參加聯合宣教大會。喺呢個聯合宣教大會嘅入邊，亦都有好多嘅弟兄姊妹願意嚟到獻上自己嘅生命嚟到去侍奉神，嚟到係參與喺宣教嘅工作入邊。嗱，呢啲係好事嚟㗎，絕對係一啲質量上面我哋見到有增長嘅地方。最令我感動嘅咧，就係聯合宣教大會最後嗰一堂嘅講道，講完佢呼召嘅時候，佢呼召嘅唔係淨係話在座嘅做父母嘅將你哋自己嘅生命獻上啊！即係講真咧，更加貼切嘅咧，講完呼召嘅係各位做父母嘅將你嘅命根獻上啊！你嘅命根係咩啊？好多時個命根唔係自己條命，係自己啲仔女。將講完喺度呼召在座嘅，將兒女嚟到獻上。如果你嘅兒女要參與喺天國嘅事工入邊，唔好去阻止佢，甚至乎要培養佢，敞開佢哋嘅心嚟到去接受上帝嘅呼召，認識上帝嘅呼召。好感恩嗰日，我見到好多基石嘅弟兄姊妹都願意行出去，唔單止嚟到將自己嘅生命獻上，係將自己嘅寶貝獻上。呢個好感動。我同你講，我一路睇住，我一路流眼淚。將自己嘅生命獻上其實唔難，將自己嘅仔女嚟到獻上嘅時候，嗰下係真正嘅一種嘅獻上。我見到有基石嘅弟兄姊妹願意如此嘅嚟到獻上，我為此嚟到去感恩，我係要讚美神。我不斷嘅細細聲嘅嚟到去為呢一啲弟兄姊妹嚟到禱告。但係弟兄姊妹夠未咧？保羅寫腓立比書嘅時候，喺寫到腓立比書第1章呢個書卷嘅開始第2、第3節，呢度咁講，佢話：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嘅上帝。每逢為你哋眾人嚟到祈求嘅時候，總是歡歡喜喜地祈求，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都是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哇！腓立比呢個教會真係唔錯噶啦，係咪啊？保羅可以咁樣講啊，為到腓立比教會咧能夠興旺福音，保羅自己已經係好滿足噶啦，為到諗起佢哋嘅時候就開心啦。但係佢跟住佢講：我深信
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到耶穌基督嘅日子必完成這工。即係話呢種嘅工作，聖靈已經喺佢哋當中嘅工作咧開始咗啦，見到啦，但係未完成啊！各位弟兄姊妹，呢個亦都係我俾基石，我對我自己對弟兄姊妹嘅鼓勵。開始咗啦，但係未完成啊！要繼續，所以我好想同大家嚟到講，喺呢個黑暗嘅世代裏面，點樣嚟到去發光？我想同弟兄姊妹講咧，我對呢個世界咧就唔係好積極嘅啫。OK， 所以頭先嘅禱告咧即係為到委內瑞拉嗰個情況嚟到去祈禱咧，好老實講，我唔會咁天真咯，你明嘛？即係捉咗嗰個委內瑞拉嘅嗰個總統定係咩啦問題未解決啦，可能係一個新嘅問題啱開始。2026年嘅第3天就又有一啲又要我哋望住即係我哋南面嘅嗰個總統舊2025年都未望得夠咩？係咪各位，我唔係話佢做得啱定錯，我亦都唔係幫邊個總統。我今朝早其實我一起一身，我即刻就 message 曾經喺委內瑞拉做宣教士嘅一位牧師，我 message 曾經喺委內瑞拉嘅教會裏面生活過嘅一位嘅親戚，即係我嘅一個親戚嚟嘅。我即係問佢當地嘅信徒、當地嘅教會有啲乜嘢，我哋可以為佢禱告。佢哋即刻答咗我，而家啲資訊真係好方便嚇。佢話喺委內瑞拉嘅華人商戶已經唔敢開鋪啦，因為通常咧一有啲社會動亂咧，啲人就遷怒去啲華人或者少數族裔嘅一啲嘅地方，可能華人係特別啲添啦。所以咧，我哋真係要為當地嘅僑胞嚟到去禱告。各位，我唔係話咧特別淨係關心華人，喺一個社會嘅一啲嘅事情咧。我經常都提醒自己唔好跟車太貼，即係唔好贊成定反對。我對呢個社會咧已經唔係存一個好積極嘅一種話咁必定好啦，咁樣就又見光明啦咁樣。唔係，我對呢個社會咧，我只會覺得人係充滿咗罪性，整個社會嘅架構都係人嘅罪性，當然亦都有人嘅光明嗰一面啦，所建成嘅。但係好多時候幾好嘅架構、幾好嘅文化，人嘅罪性喺當中嚟到侵蝕。如果我哋唔去正面去面對嘅時候，只會更加腐化得快。喺一個咁嘅世代裏面，我叫做黑暗嘅世代。我哋必須要承認呢一件嘅事情，然後喺裏面做嘅第一件嘅事情，就係喺一個咁黑暗嘅世代裏面。我同大家講，我哋要高舉耶穌基督是主。乜嘢係黑暗？黑暗就係佢哋嗰啲在位掌權嘅，自己 claim 自己做主，自己做王。保羅喺寫腓立比書嘅時候，保羅係被判坐牢嘅，坐緊監嘅，所以腓立比書又稱為監獄書信。保羅自己都預咗自己可能會死梗㗎啦，所以佢話佢經常都用，如果我為此而被澆奠嘅時候，澆奠係乜嘢？就係一個獻祭啊！嗰個祭牲就係死咗㗎啦。佢當佢自己係會有機會喺今次翻唔到出去㗎啦。喺一個咁樣嘅背景同埋心境嘅底下，佢去寫腓立比書。保羅被乜嘢嚟到去決定佢嘅死亡？係被羅馬嘅政權。羅馬嘅政權喺當時嘅社會裏面係一個，喺當時嘅世界裏面係其中一個最高嘅一個嘅皇權嚟嘅。喺呢個皇權底下，保羅被視為一個囚犯，一個罪犯，佢冇得 A 嘅。一個全世界最高嘅政權嚟到話你係有罪，
咁你就有罪噶啦。的確喺屬世界裏面係咁樣睇嘅，但係保羅佢喺寫腓立比書第1章嘅時候，佢好特別嘅。佢話我坐監，咁又點？我在獄中，我卻係令到教會係越發興旺，信徒嘅心能夠更被激勵。哇！保羅嘅層次係完全另一個層次嚟嘅。保羅喺裏面講緊嘅係，就算佢坐監，有啲人仲嫉妒佢添。點解？因為佢嘅坐監影響到其他嘅信徒得到激勵。嗰啲嫉妒佢嘅人就喺度誣告佢，但係同時間佢哋為咗因為嫉妒嘅緣故，佢哋更加加發嘅熱心去傳福音。嗱，保羅就有一句説話，我係腓立比書裏面覺得好正。佢話咁又點咧？又如何？福音就已經被傳開啦。的確，保羅係活喺一個不公義嘅一個現實嘅裏面。世界上對佢不公義，教會對佢不公義。但係佢話又如何？話呢句説話同你講，真係好瀟灑嘅。我記得黃子華有一次喺佢棟篤笑裏面都講呢句嘢。又如何咁樣嚇？嗱，原來黃子華都係抄聖經，我同你講。對唔住啊，我講笑嘅啫。啊，咁又點啊？咁又點咧？福音已經被傳開啦。保羅喺呢度講緊嘅，其實唔係單單只講緊佢嗰個嘅傳福音嘅能力有幾強，唔係講緊佢幾 tough， 佢講緊嘅係傾覆緊當時羅馬政府俾羅馬公民嘅一種觀念。嗰種嘅觀念就係好似喺鬥獸場入邊，你一定要贏，你唔可以輸，你亦都唔可以死。你為咗唔好死，你一定要對方死。對方死你就唔使死，對方唔死你就死。呢個係一個今日我哋叫做 zero sum 零和遊戲 Squid Game， 有冇睇啊？嚇！而家做第2集，幫我冇睇。呢一啲唔係你死就我亡嘅嗰種嘅鬥獸場嘅文化，就係羅馬所建立嘅嘢嚟。大家要知道喺羅馬政府建立一啲嘅城市入邊，以弗所係一個大城市，裏面你會揾到鬥獸場。腓立比係另外一個大城市，佢嘅建設係按照住羅馬城嚟到去建立嘅。呢啲建立呢啲嘅城市唔係淨係嗰個嘅 architecture 嗰個建築嘅模式，係建立緊一種嘅文化喺入邊。喺呢種嘅文化裏面，羅馬公民係好容易受到佢嗰種嘅世界觀所影響。我一定要向上爬，我唔可以跌嘅。但係保羅咧就係逆向嘅，佢由一個羅馬公民一個猶太人喺腓立比書裏面講到，佢天生出嚟係幾多嘅資本啊，背景都唔知幾好啊，係一個法利賽人當中嘅法利賽人，又喺加馬列嘅門下。加馬列係當時一個鼎鼎大名嘅律法師。喺呢個門下嘅裏面，佢可以得着一切，佢可以擁有一切。但係佢話佢所有呢啲嘢喺腓立比書裏面講，佢話都視為糞土。保羅逆向，然後佢就算被當時最高嘅政權判為一個監躉都好，又如何？福音就此被傳開，呢個代表咗唔係保羅嘅3福4律有幾勁啊，唔係個傳福音技巧有幾好。保羅喺度講緊嘅，就算有幾多嘅勢力嚟到去 judge 佢都好，呢啲嘅勢力都係冇用噶，因為就在獄中嗰啲嘅羅馬嘅獄卒都能夠因着佢而信主啊。呢個就正正係逆向緊呢一種嘅世界觀，嚟到用佢嘅生命嚟到 prove 咗耶穌基督先至係嗰個主。就算在獄中，佢仍然有聖靈嘅工作，有聖靈嘅能力喺裏面發揮緊出嚟。
所以當保羅喺第二章嚟到去用緊當時嘅一班信徒嘅詩歌，唱緊呢首詩歌嘅時候，去到第二章第9節裏面講，所以上帝把他基督升為至高。前面係講緊基督去取佢係攞咗人嘅樣式，就自己卑微，攞咗奴僕嘅形象，甚至乎為我哋嘅罪嘅緣故被釘死喺十字架上面。但係上帝將佢升為至高，又賜給佢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嘅、地上嘅和地底下嘅，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是主。各位弟兄姊妹，呢個係保羅佢嗰種反其道而行，其實唔係保羅只係效法基督嗰種反其道而行，唔係零和遊戲。各位，罪惡係唔會掌權嘅，軍事力量嗰種嘅力量只係一時。我哋唔好咁天真，以為用軍事嘅力量就能夠去解決罪惡嘅問題。罪惡嘅問題根深蒂固喺人嘅本質入邊，我哋必須要靠住耶穌基督嗰種改變嘅生命，先至能夠傾覆呢一種嘅力量。我哋需要喺呢個世界上面，要活出呢一種嘅信仰出嚟。各位，我哋必須要相信一件事，啱啱過去嘅聖誕節係紀念耶穌基督第一次嘅降臨。佢嘅降臨係開始咗呢個天國，佢已經掌權。但係呢個天國係要經歷一個過程，直至到耶穌基督再翻嚟嘅時候，先至係完全掌權。嗰啲其他嘅嗰啲嘅權力先至係被粉碎。喺呢一段嘅時間，我哋叫做屬靈爭戰嘅時間。呢段嘅時間係會有邪惡嘅。邪惡而且係好囂張添。喺呢一段嘅時間嘅裏面，我哋係會見到義人嚟到受害嘅。但係我哋都會見到上帝嘅審判，我哋會見到良善嘅美麗。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基督徒就係要發光嘅時間嚟。有好多時候有啲人問我點解要信耶穌？我好想同你講，我好歡迎你嚟到信耶穌，讓我哋一同喺呢個世代裏面嚟到發出光芒。就算唔信耶穌，我哋有啲時候我哋都係有好多善意嘅，好好嘅心地嘅。但係我哋真係需要聖靈嘅光照，以致到我係願意能夠謙卑。我自問喺加拿大40幾年，都識唔同人士嘅人，好多都係好好心地嘅，喺社會裏面好多嘅貢獻。但係呢啲嘅群體嘅裏面，在所難免，佢哋都唔係想繼續謙卑落去。能夠有貢獻，但係又能夠服侍，能夠隱姓埋名，係好難得嘅。我實在都見到好多嘅貢獻，但係唔可以唔俾人知嘅。好多時候，當人好想要俾人知嘅時候，另一種嘅爭競，甚至乎另一種嘅醜陋就出現。我巴不得更多人基督徒能夠生命被改變喺呢個世界入邊，因為實在撒旦係嗰個黑暗嘅勢力係無孔不入。我哋侍奉主嘅人更加需要不斷嘅被聖靈嚟到去改變我哋嘅生命。各位，所以保羅喺呢度講，喺呢個黑暗嘅世代裏面，好使你們無可指責，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嘅世代，
作上帝無瑕疵嘅兒女。可能你會覺得，我而家其實都唔差噶啦，係有少少瑕疵啫。好多嗰啲少少嘅瑕疵咧，就好似一啲麵酵咁啊！你知做蛋糕，做一啲發酵嘅嘢，你擺少少麵酵落去，嗰啲嘢會發到好大嘅。聖經就用呢一樣嘅麵酵嚟到形容罪。我哋好多時一啲嘅軟弱就係咁啊！保羅呢度講，讓我哋嚟到成為無瑕疵嘅兒女。唔好讓一啲嘅罪喺我哋裏面嚟到發酵。喺呢個世代當中，要像明光照耀，將生命嘅道顯明出來，使我在基督嘅日子得以誇耀。我沒有白跑，也沒有徒勞。呢個時代係好多黑暗攻擊。2025年年頭嘅時候，如果大家記得嗰個嘅recommendation 429430，記唔記得呢啲數字啊？你可能唔記得啦，因為我成日搞呢啲嘢，我都洗咗腦咁啊。呢兩個數字一彈出嚟，我就嗰陣時咪舊2024年嘅時候，咪有個finance 即係國會嘅一個財政預算有個 recommendation 就話咧嗰啲就將咧一啲宗教團體嗰啲嘅 charity 嘅 status 咧拎走。呢個咧係想削弱一啲宗教團體嘅影響力同埋一啲財政嘅能力。咁另外咧如果佢哋反對呢一個嘅墮胎嘅話咧，嗰啲嘅團體咧都唔應該係 charity 嘅機構嚟嘅。記唔記得呢個法案啊？咁好多謝好感激咧弟兄姊妹咧簽名啊！咁咧即係我唔肯定有幾大嘅作用啦，但係起碼你有參與啦，係咪？咁我諗住搞掂一壇就可以唞下啦。點知2025年10月定11月又整咗另外一個 C9 嘅法案出嚟，大家有冇聽過？C9 C9， 對唔住 C9 N 字嚟嘅嚇，唔係讀個師奶。呢個 C9 法案講乜嘢啊？就係以往咧就係佢的確喺加拿大咧不嬲都係咧反對呢個仇恨言論嘅。OK， 咁都啱嘅，係應該反對嘅。咁但係咧佢對宗教界咧佢哋有一個豁免嘅，因為喺聖經嘅入邊有啲嘅經典入邊咧，的確嚟講係指責譬如 LGBTQ 嘅嗰啲嘅群體。咁呢個都係聖經嘅原著嚟噶嘛。但係佢就話咧，如果將來咧喺教會嘅入邊或者其他嘅宗教團體入邊有一啲咁樣嘅言論或者你引經據典嘅話咧，嗰啲都係成為一種嘅仇恨嘅言論，嗰啲都可以被告嘅。所以當我嚟到去睇到呢一啲嘅時候，我覺得又嚟啦。咁啊點咧？我喺祈禱會咧，我都同大家分享過，有陣時都好煩啊。即係我就淨係負責，即係我諗住做牧師，咁啊淨係咪啊？講道啊，關心下做教會行政啊，咁嘅啫，係咪？點會諗到又要做咁多呢啲嘢嘅啫？但係你唔做又唔得㗎喎。所以我都同弟兄姊妹講咧，我哋可能真係要諗下咧，即係做牧師都要兼顧呢啲，或者索性咧，如果第日真係越嚟越多嘅時候，可能真係需要有個牧師咧，即係起碼佢部分嘅工作，可能1/3工作、1/2工作都要做呢啲嘢。各位弟兄姊妹，實在呢個世界裏面好多黑暗。講開 C9 法案有得聯署㗎啦嚇！如果你想嘅話咧，我已經可以簽名啊，喺個台頭嗰度。如果你得嘅話咧，一陣間都歡迎你簽名。只要你係加拿大公民，你就可以簽名。嗱咁講喺加拿大咧，你簽咗名，寫埋你嘅電郵，寫埋你嘅地址、你嘅電話咧，你放心，唔會秋後算賬嘅。OK， 唔會捉你去坐監。第二啲地方好難講。喺中國大陸令人傷心。舊年年底，浙江福州好多嘅基督徒被抓捕。佢哋唔係乜嘢靈恩派，或者一啲邪教 ，no， 佢哋係普通嘅弟兄姊妹，同你同我一樣。佢哋喺網上面宣揚佢哋嘅信仰，就被抓捕。
好好地為嗰啲信徒禱告，嗰啲係我哋嘅弟兄姊妹。各位，喺呢個世代裏面係有好多嘅勢力，黑暗嘅勢力。我哋要喺呢個勢力、呢個世代嘅裏面嚟到去高舉耶穌基督是主。沒有一個政權，沒有一個主義能夠去取代耶穌基督呢個主權。今日喺呢個世界裏面，如果教會都唔出聲，如果教會都唔嚟到去宣告耶穌基督嘅主權嘅話，仲有邊個群體會咁樣做？但係我好想同大家講，雖然係有啲困難，雖然係有啲掙扎，但係我好想同大家講，我哋高舉嘅時候，縱然我哋會吃一啲苦頭，或者付一啲嘅代價，但係最終耶穌基督會被高舉，萬膝都要跪拜，萬口都要承認耶穌基督是主。第二件嘅事情，喺一個黑暗嘅世代當中，建立一同受苦嘅群體。呢一個我好想同大家講，呢個係保羅喺呢度講，當佢受苦嘅時候，佢令佢最傷心心痛嘅就係基督嘅群體撕裂。呢度呢一點我特別強調兩個嘅信息係一同。呢個我哋必須要喺呢一個撕裂嘅世界當中嚟到建立一種同心。當見到有保羅受苦嘅時候，保羅一心嚟到勸勉佢哋唔好因此而傷心，唔好為佢嘅被捆鎖嚟到去覺得羞辱，甚至乎嚟到去誣衊佢。各位弟兄姊妹，建立一種合一嘅群體。我同你講，撒旦嘅勢力、撒旦嘅力量係最中意破壞教會嘅群體、婚姻、弟兄姊妹之間嘅情誼等等，好多時都面對撕裂呢一個問題。我唔係話將撕裂嘅問題簡化，我想同大家講，如果婚姻有問題，盡快去尋找，無論係 counseling， 無論係牧者嘅輔導、弟兄姊妹嘅支持，要尋找出路，唔好讓佢惡化。上帝唔係淨係想我哋持守住個婚約嘅，上帝係想我哋 enjoy 婚姻。早啲去尋找，我再講，我唔係想將佢簡化。教會都一樣，教會弟兄姊妹嘅嗰個嘅關係係好重要。你記住，嗰種關係係耶穌基督用自己嘅身體嚟到去捨身去拯救翻嚟嘅生命。呢班係我哋嘅弟兄姊妹嚟，唔好咁輕易就撕裂。我唔係話咧，基石，牧師咁講，基石係咪有好嚴重嘅問題啊？唔好估啦，我跟住聖經講嘅啫。OK， 就係冇咩太嚴重嘅問題，咁咪早啲講咯。如果我唔敢講嘅時候，就真係好有問題，你明唔明啊？各位弟兄姊妹，但願我哋嚟到神嘅面前，讓神嘅話語提醒我哋，建立一種合一嘅關係。2025年可以話係我見到基督教福音派嘅撕裂一個好嚴重嘅一年。無論係邊個地方，美國、香港，我哋喺真理嘅裏面追求翻嗰種嘅合一共融嘅關係。有啲嘢係大家有唔同嘅睇法，我哋咪可以學習接納咧。有啲嘢我哋必須要謙卑地去承認，有啲嘢我哋可能真係咁多年嚟，可能我哋睇錯咗嘅。我哋能唔能夠勇於去承認，然後去改善，以致到教會係能夠追求提升，
而唔係繼續嘅嚟到去即係得過且過咧。各位，但願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嚟到學習呢一種。保羅喺呢度提醒我哋，呢一種嘅謙卑，呢一種嘅合一，係耶穌基督喺個三位一體裏面彰顯出嚟。三位一體，耶穌基督本與上帝同等，佢不以此為強奪嘅，佢反倒虛己。虛己呢個字咧，或者叫捨己。捨己呢個字唔係冇咗一啲嘢。保羅喺呢度講緊嘅咧，佢嘅捨己係乜嘢咧？佢嘅捨己唔係冇咗三位一體第二個嘅聖子嘅位格，唔係喎。呢段經文冇咁講喎。佢嘅捨己係佢攞多啲嘢喎。佢攞咗乜嘢啊？佢攞咗人嘅嗰個嘅樣式喎。既有人嘅樣子，就自己卑微喎。佢做咩？佢全心順服喎，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呢啲全部一啲動詞嚟噶，係佢要 put into action 嘅事情。弟兄姊妹，呢一個捨己唔係叫你 give up 咗自己，但係的確佢係 take up 咗一啲嘅事情，以至到佢到一個地步，捨身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呢一個好匪夷所思。你知唔知喺羅馬嘅社會，羅馬嘅叫構造出嚟嘅文化，除咗嗰種零和遊戲之外咧，佢仲講緊一樣嘢，佢只會向上爬嘅咋。佢哋唔會取了奴僕的樣式啊！你明唔明啊？耶穌基督做緊呢樣嘢，係完全顛覆咗羅馬要羅馬政府要 implant 入去植入去嘅羅馬公民嘅觀念入邊。所以對羅馬人嚟講，佢只會係成為羅馬公民，點會成為奴僕嘅咧？當時咧，據聞啦嚇，我睇一啲釋經書裏面講咧，就只有兩種人會願意主動去做奴隸嘅啫。第一種就係爭人好多錢，佢係賣身俾啲債主，於是自己咧就做咗奴隸，就希望靠住做奴隸咧，就因為有食有住又唔使還債。第二種咧就係嗰啲想藉住個主子能夠有嗰種嘅寬恕咧，令到佢咧可以得到羅馬公民呢一個嘅地位，所以嗰啲你又會主動去做嘅。但係各位，保羅唔係咁做，耶穌就更加唔係咁做。佢嘅 give up 係為咗乜嘢？係為咗拯救。我哋可能會問一樣嘢：呢個世界咁多唔公平，保羅唔公平，佢受住唔公平嘅審判。耶穌基督都係受咗唔公平嘅審判而被掛在十字架上嘅。我哋唔可以忘記咗耶穌基督嘅死因，係因為俾一啲嘅政權嚟到不公義地審判佢，以致到佢要背起十字架。各位，當我哋咁樣去睇嘅時候，呢度話緊俾我哋知道，究竟耶穌基督為咗咩？點解好似咁將就咗咁嘅？嗱，呢個的確嚟講咧，有啲嘢我係唔能夠完全解釋得明嘅，但係有一樣嘢我可以好肯定，的確耶穌基督係藉住人嘅不公義，而且藉住人嘅不公義，呢種不公義係更加明顯地顯示出呢個係一個罪嘅架構嚟嘅，喺一個罪惡嘅架構嘅裏面，耶穌基督未去改變呢種嘅架構，反而佢係藉住呢個架構嚟到去為人受上呢個苦楚，成就個救恩。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嚟到考慮到，有陣時我哋弟兄姊妹之間問題也好，婚姻嘅問題也好，我哋出面外邊社會嚟到去工作嘅關係也好，或者我哋做一啲義工啊，或者一啲福利嘅團體也好，我哋經常會用一個字就係唔公義嘅。
唔公平嘅。我哋有我哋嘅度量衡啊！我哋用我哋嗰把尺嚟到去度。嗱，我唔係話你度嘅嘢錯，就好似耶穌基督咁，佢被釘上十字架上面釘佢嘅人，嗰啲人真係他們所作的，佢哋根本就不曉得。但係耶穌似乎喺呢一度冇就住呢樣嘢喺十字架跳落嚟，佢為咗要拯救，佢有一個更大嘅目標、更大嘅目的。各位弟兄姊妹，今日亦都係對我哋嚟講有一個嘅提醒。我哋今日用我哋嘅度量衡嚟到量度一切，我哋 give 咗 up 咗，我哋放棄咗一啲更高嘅目標，拯救。而藉住呢種嘅拯救，係讓信徒嘅群體能夠合一。信徒知道清楚我哋嘅目標究竟係乜嘢。當然我唔係話咧繼續容許啲不公義嘅事情。我哋能夠改變到嘅應該去改變，能夠改善嘅應該去優化佢。但係有啲真係唔得嘅時候，或者我哋力不能及嘅時候，可能我哋要喺呢一個嘅制度底下，我哋嚟到去問上帝：主，我可以點樣嚟到達成你嘅拯救？呢一樣我哋必須要承認，可能我哋係會受苦嘅，弟兄姊妹。甚至乎有啲嘅苦楚，我哋係本來可以避開嘅，但係似乎上帝係要基督嘅身體係一同承擔呢個苦楚，就好似保羅嘅坐牢，佢嘅苦楚，佢要向腓立比嘅教會講。腓立比嘅教會都面對一個撕裂嘅問題。保羅用佢自己嘅生命嚟到話俾腓立比嘅教會知，為咗拯救、為咗救恩呢個目標，讓我哋嚟到去朝向呢個方向。今年我喺度呼籲大家，我哋有幾位嘅弟兄姊妹，我哋一齊去 join 一個嘅短宣隊去泰國。嗱，其實去泰國，弟兄姊妹讓我嚟到花少少時間嚇，我講一講呢個短宣做乜嘢。其實呢個短宣隊咧去到布吉呢個地方嚇，咁有弟兄姊妹同我講呢個係一個旅遊區嚟嘅。OK，咁可能呢個旅遊區有好多嘢唔同嘅嘢玩啦，但係其中一樣係我哋會去嘅，就係去一個海灘。我專登買咗一個咧大，即係窩林大少少嘅嚇嘅一個 speaker 啦。去到嗰度會播一啲敬拜嘅歌曲，去吸引啲咩人咧？就去吸引附近嘅紅燈區，去吸引啲嫖客，去吸引嗰啲被罪惡捆綁壓制嘅一啲可能一啲嘅妓女，同佢哋嚟到去講福音。做到幾多咧？我都唔覺得會做到好多嘢。我哋都去到嗰度同一個機構，呢個機構叫 For Freedom International，FFI。我應該有打出嚟嚇，大家可以上網去 search 下嘅。呢一個機構係由我哋而家現任嘅加拿大宣道會嘅 President 同佢哋咧，佢喺當年喺泰國做宣教士嘅時候，一齊去建立嘅機構。今日呢個機構咧係同宣道會咧一個 partnership。呢個機構就係去幫助嗰啲被喺火坑裏面救出嚟嘅女仔，幫佢哋重建翻一啲生活嘅技能。但係原來佢哋好多都受到一啲嘅曾經可能係受過一啲嘅強暴，或者一啲好 traumatic 嘅一啲嘅經驗。所以我哋亦都要受一啲 PTSD 嘅訓練，亦都希望能夠去幫助當地嘅同工咧，嚟到有一啲 PTSD 嘅訓練，去 train 佢哋去點樣去幫助嗰啲受過呢啲嘅 trauma 嘅呢啲嘅女仔。我哋今次去就係做呢啲嘅事情，但係我同大家講，逢係做短宣咧，我哋心裏面心中有數。其實我哋唔會做到好多嘢，做10日你做到幾多啫？係咪啊？
但係最緊要嘅係乜嘢咧？係我能夠去睇到當地人嘅苦，救恩嘅寶貴。雖然我唔能夠講嗰10日能夠帶到幾多人信耶穌，呢個都唔係我哋會盼望嘅。有經驗做短宣嘅你就知道。但係我盼望嘅係我能夠見到上帝喺裏面做緊嘅工作。你問我會帶到啲咩翻嚟？我好記得，其實真係巧合下，25年之前，2011年，對唔住，唔係20年，15年之前，我記錯咗《尋秦記》添。15年之前，2011年嗰年，我去緬甸做短宣。我去緬甸嘅北部緬北係一個城市叫做納樹，喺嗰度同嗰啲嘅孤兒院裏面嘅小朋友，裏面亦都有一啲嘅傳道人。我喺嗰度教咗個零禮拜嘅先知書，去培養嗰度嘅傳道人。但係嗰啲傳道人咧，其實好後生，佢哋嘅教育水平大概係等於香港嘅中3咁上下。但係佢哋奉獻做傳道人，佢哋就受完一個神學訓練之後，佢哋翻到 supposedly 就翻到佢哋嘅村莊裏面就去牧養㗎啦，就去牧養當地嘅村民。我同大家講，當年呢一班嘅青年人，今日我唔知有幾多個仲生存，我亦都唔知道佢哋受過嘅苦有幾深。大家都知道，當年2011年我去到嘅時候，我好記得。我一去到短宣隊，有啲弟兄姊妹同我講：哇，好開心啊！昂山素基肯接受即係肯參選加入國會。2011年、2021年，軍政府嘅變動，將昂山素基捉咗去坐監。整個民主體制瓦解，好多嘅青年人就去參軍，包括咗當日一啲嘅傳道人。我好記得當日帶隊嘅嗰位嘅女傳道，佢係一個主要帶隊嘅人，我都係跟佢學嘢嘅啫。佢同我不停喺度分享當地嘅緬甸嘅教會嗰班傳道人嘅痛苦，裏面有幾多人參軍，有幾多人俾軍政府拉去坐監。我仲記得其中有個家庭，個媽媽係女傳道，被拉去坐監，我唔記得因為咩事，但係我哋不斷為佢禱告。如果你問我去一啲咁落後嘅地方，你又好似唔係做到好多嘢，但係去呢一啲嘅宣教嘅工作做乜嘢咧？我覺得好寶貴、好寶貴嘅一件事，就係我知道基督嘅身體受苦，一個身體受苦，整個身體都一同受苦。弟兄姊妹，我哋喺北美洲，我哋只係喺一個安舒區入邊，我哋唔明白原來喺呢個世界入邊罪嘅權勢有幾重，呢個世界有幾黑暗，人嘅心有幾剛硬。佢哋需要嘅，除咗我哋嘅支持之外，就係我哋嘅禱告，我哋嘅關懷。佢哋嘅受苦更加幫助我哋認識聖經，認識上帝俾我哋嘅呼召，認識上帝俾我哋嘅生命。原來我哋可以係發光，喺黑暗嘅裏面嚟到去發光。相反，我嚟到去問，如果我哋唔知嘅時候，我唔係話去泰國玩親嘅都係去嗰啲嘅地方嚇，但係你知唔知道，如果去嗰啲地方，去參與喺嗰啲嘅兒童色情嘅嗰啲嘅事情上面嘅，好多係北美洲嘅人，係好多有錢嘅人，
各位，原來今日好多嘅福音工作，好多嘅拯救嘅工作，係要喺由北美洲嗰度做起。各位弟兄姊妹，但願我哋唔係 stay 喺留喺一個安舒嘅地方，我哋以為我哋再冇嘢可以做，我哋今日就應當喺呢個社會裏面嚟到去做好我哋嘅工作，以至到嗰啲苦楚不斷嘅嚟到提醒我哋，我哋需要喺呢一度嚟到去完成上帝俾我哋嘅使命。苦楚將我哋兩地嘅教會嚟到連結，與基督一同背起十字架嚟到跟從佢。我哋一同低頭禱告。主啊，我哋求你幫助我哋，幫助我哋更深去明白你。主啊，你唔係叫我哋貪圖安逸，你係叫我哋背起十字架嚟到去跟從你。主啊，讓我哋喺新嘅一年對你有更深嘅體會，亦都更加願意將生命嚟到獻上，當作活祭。我哋嘅生命就係如此嘅侍奉你。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